这届这风雨是不哩啊大阵，伫新竹市东区呢是有人围墙倒去，一寡砖啊落落来，过去夹到路边的车辆。警方判断这个意外呢应该就是天灾造成的，加在是无人员的伤亡。 路边的树叶啊，互风吹甲摇来摇去，雄雄透一阵强风，就一表墙围敢若是因为挡袂了风势，雄雄倒去。现场拢是白色的烟尘，路边经过乌托摆，赶紧动车了后闪开，就连原本停在边仔的白色货车，也赶紧驶走。倒入去墙围当场缀着一台轿车，好佳在车顶无人。风很大啊，风很大。昨天比较大吧，那个算走廊嘛。 看走廊就是晚上就不能停啊，而且他们好像也有标示嘛。新竹市风城原本风得真透，受花甲早风台影响，风势比平常时更较强，造成新竹市东区南大路附近的私人土地墙围倒去。警方接到通报，伫现场有封锁线。警方到场后发现该部停放于私人土地上的自小客车，因旁侧围墙不堪强风吹袭，突然倒塌遭压损。警方在确认现场无人伤亡后， 立即在周遭架设安全封锁线，并开立其他案类报案证明单，协助双方当事人处理后续赔偿事宜。警方初步判断墙围倒去是因为风伤透造成的，后续会通知墙围的管理人员到案说明。好佳在规个事件并无造成人员受伤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